線道一陳一鳴迪泳會，線道二蔡其豪智配游泳會，線道三李星海泳天游泳會，線道四余東喜海天體育會，線道五尹俊賢太平洋泳會，線道六余子龍太平洋游泳會，線道七蕭豪大力游泳會，線道八黃樂強海天體育會。而家我哋會頒發項目一男子100米自由泳嘅獎項。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助理義務秘書司徒炳能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尹俊賢太平洋游泳會。第2名余東喜海天體育會，第1名余子龍太平洋游泳會。唔該晒，司徒生我哋頒獎。項目2即將進行嘅係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線路介紹：第1線陳義樂泳天游泳會，線路2沈義文海天體育會，線路3李心瑤白
線路4李雨晴泳天游泳會，線路5馬子玲大埔游泳會，線路6黃欣彤泳天游泳會，線路7林柏彤愉園體育會，線路8黃婉靜海天體育會。歐陽 Sir， 歐陽 Sir。然后三道是谁？非洲的哦，呢個女啊，我係佢嘅朋友。啊，榮幸啊，很榮幸他俩还最好的。这还没变呢，路还没有变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項目2女子200米自由泳線路介紹。第一線黃婉靜海天體育會，第二線林柏彤愉園體育會，第三線李心瑤百團體育會，第四線李雨晴泳天游泳會，第五線馬子玲大埔游泳會，第六線沈以文海天體育會，第七線陳以樂
泳天遊運會。第八線陳佩嘉百團體育會。Yeah，好嘢。我哋做多做先好嘛？好啊，去翻而家因為而家男仔啊嘛，大家嘅中間過嚟最面聲都似一接住落嚟就會頒發女子200米自由泳嘅獎項。而家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袁偉培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林柏彤，愉園體育會。第2名李宇晴，泳天游泳會。第1名夏子玲，大埔游泳會。第
真的吗？是。多謝袁先生話我哋班長。啊？是不是啊？即將舉行嘅係學生男子50米蛙泳比賽。即將舉行嘅係學生男子50米蛙泳決賽，先導介紹第一線文浩謙，麗華游泳會。第二線李成恩，海天體育會。第三線周文浩，澳門。第四線徐奕琪，太平洋游泳會。第五線麥世瓊，海天體育會。第六線張志傑，泳天游泳會。第七線黃培生，大力游泳會。第八線陸永子，南華體育會。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男子50米蛙泳決賽嘅獎項。現在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林小龍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徐奕琪，太平洋游泳會。第2名麥世瓊，海天體育會。第1名張志傑，泳天游泳會。多謝劉先生為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項目4女子100米蛙泳決賽，先導介紹第1線張詠儀，香港賽馬會。第2線陳佩琳，澳門。第3線林海橋，海天體育會。第4線彭佩喬，智佩游泳會。第5線林允成，大力游泳會。第6線梁思琪，香港優將游泳會。第7線高嘉年，智佩游泳會。第8線鍾永森，香港世界體育會。
是啊。对。現在我哋會分發女子100米花泳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游泳總教練陳劍虹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高嘉年自配游泳會。第2名林樂晴大力游泳會。第1名林會橋自配游泳會。多謝陳教練為我哋頒獎。新加坡嗰個女仔行快咗咧，你都開心喎！新加坡啱我買，我兩個就4位，我即將舉行嘅係男子40米拉丁決賽，線路介紹：第1線陳志傑泳天游泳會，第2線盧子琳泳天游泳會，第3線林偉樂深業游泳會，第4線陳慶和 Island Singlet， 第5線黃一信自配游泳會，第6線黃奕仁南華體育會，第7線陳正軒海天體育會，第8線李仲希海天體育會。
五線智慧游會嘅黃奕信喺啱啱嘅項目男子400米個人4式以4分23秒嘅時間得到咗超級紀錄，恭喜黃奕信！我哋而家有請裁判長林少棠先生頒發特別獎俾我哋嘅黃奕信。再次恭喜黃奕信刷新咗新嘅紀錄。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男子400米加1決賽嘅獎項。現在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李錦江先生同我哋頒獎。第3名陳慶豪 ，Island Singer。第2名盧子琳，泳天游泳會。第1名黃一順，智佩游泳會。唔該晒李 Sir 為我哋頒獎。即將進行嘅係項目6女子100米蝶泳決賽，線路介紹：第1名第1線羅靜媛 Island Singer， 第2線孫琦苗智佩游泳會，第3線馬麗達航天體育會，第4線簡卓彤航天體育會，第5線文雪兒大埔游泳會，第6線梁永章泳天游泳會，第7線鐘善瑤香港優進游泳會，第8線黃思南泳天游泳會。
而家我哋會頒發女子100米蝶泳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歐陽少良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梁永津，泳天游泳會。第2名文雪兒，大埔游泳會。第1名簡卓龍，海天體育會。唔該曬歐陽先生為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項目100米背泳決賽，先導介紹：第1線徐嘉偉 LRC， 第2線梁樂希港北體育會。好嘅，好嘅，上上。
而家我哋會頒發男子100米泳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小棠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余東喜海天體育會。第2名陳之潮強身游泳會。第1名關霞太平洋游泳會。唔該晒林先生，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女子50米泳決賽，線路介紹：第1線何天穎海天體育會，第2線馮雪瑩大埔游泳會，第3線吳卓欣海天體育會，第4線張心月大埔游泳會，第5線陳子瑜海天體育會，第6線何佩欣泳天游泳會，第7線盧子琪蝶泳會，第8線李卓瑤海天體育會。接住落嚟，我就會頒發女子50米泳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助理義務秘書司徒炳恒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吳卓欣海天體育會。第2名張心月大埔游泳會。第1名陳子瑜海天體育會。唔該晒司徒先生為我哋頒獎。
線路介紹，第一線蘇俊熙觀塘游泳會，第二線劉健熙海天體育會，第三線邱柏豪志佩游泳會，第四線何俊文太平洋游泳會，第五線易心橋海獅會，第六線朱修平太平洋游泳會，第七線林柏希泳天游泳會，第八線邱卓軒觀塘游泳會。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男子200米蝶泳決賽嘅獎項。而家我哋有請中國香港
第二名何俊良，太平洋遊泳會。第一名葉心橋，海獅會。唔該晒劉先生為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項目10女子200米 IL 比賽，先到介紹第一線黃思南泳天游泳會，第二線李可能泳天游泳會，第三線吳麗華海天體育會，第四線馬子玲大埔游泳會，第五線黃欣彤泳天游泳會，第六線林匯橋自配游泳會。第七線鄭明芝澳門，第八線李子煥自配游泳會。真的，真的，哎，那个，明天上了团家，明天晚上我那个教练来了，我请我教练去看。啊？我真的大我也请我也请到那个国家队教练女的。哦。那个家里呢，我请他们吃饭，你不管我。哦，明天晚上是老陈家，要见老谭家。
我有那个事，稍后的。行，行，那就不行了。14号呢4号，再看看。14号上曹城，大哥档吃饭，好大哥档我看情况啊，你看没事了呗？他一般性格，哎呦，我说不行的话，明年400是全200再听。对呀、是不是？要不要再先回去呢？接住落嚟，我就會翻曬女子200米 IM 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李錦江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文匯橋志佩游泳會。第2名顏子玲大埔游泳會。第1名黃欣彤泳天游泳會。放牌啊嘛，放牌。唔該曬李先生為我哋頒獎。第2線賴應和泳天游泳會，第3線蘇富華甲團體育會，第4線何成業志佩游泳會，第5線陳慶和挨拉星泳，第6線劉楚極泳天游泳會，第7線周柏橋新業游泳俱樂部，第8線侯俊浩挨拉星泳。
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男子400米自由泳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游泳總教練陳劍雄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賴敬和，泳天游泳會。第2名陳慶和 Island Stingray。第1名劉楚迪泳天游泳會。唔該晒陳教練，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項目12女子50米自由泳決賽，線路介紹：第1線權素湖 Island Stingray， 第2線孫琪瑤自配游泳會，第3線梁思琪香港優進游泳會，第4線李心瑤法團體育會，第5線謝利湖海天體育會，第6線李雨晴泳天游泳會，第7線潘樂欣自配游泳會，第8線陳佩琳澳門。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女子50米自由泳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李錦江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梁思琪香港優進游泳會。第2名謝地梅海天體育會。第1名李心瑤法團體育會。唔該晒李先生為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項目13男子200米蛙泳決賽，線路介紹：第1線陳正軒海天體育會，第2線劉家樂海天體育會。第
天體育會，第四線黃培生大力游泳會，第五線陳嘉文自配游泳會，第六線胡一澤自配游泳會，第七線陳藝祥屯門游泳會，第八線陳志傑泳天游泳會。
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男子200米蛙泳決賽嘅獎項。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歐陽少良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陳佳文，智配游泳會。第2名黃培生，大力游泳會。第1名麥世瓊，海天體育會。唔該晒歐陽先生為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項目14女子800米自由泳決賽，線路介紹：第1線馮尤佳迪泳會，第2線沈以文海天體育會，第3線黃欣彤泳天游泳會，第4線柯嘉蓮智配游泳會，第5線陳意樂泳天游泳會，第6線林柏彤愉園體育會，第7線陳佩嘉法團體育會，第8線李雨晴泳天游泳會。来了，我在看台上面坐着。你是88年，刚才是200瓦，
专家，过来，认识吗？是浙江的吴桐，听说过吗？认识啊？
接住落嚟係即將擔任女子800米自由泳決賽嘅獎項。而家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小彤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林柏彤，愉園體育會。第2名洪流佳，迪泳會。第1名高嘉年，智配游泳會。唔該曬林先生為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項目10男子50米蝶泳決賽，先導介紹第1線蘇俊熙。第2線李安源，智配游泳會。第3線吳卓賢，大埔游泳會。第4線吳志軒，澳門。第5線何佩希，迪泳會。第6線李星海，泳天游泳會。第7線余子龍，太平洋游泳會。第8線劉健希，海天體育會。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男子50米蝶泳決賽嘅獎項。而家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助理義務秘書司徒永恆先生為我哋頒獎。本地排名第3名吳卓賢，大埔游泳會。第2名李星海，泳天游泳會。
線路介紹，第零線何天榮海天體育會，第一線文子晴大埔游泳會，第二線 Villa Sophia Highland 星泳，第三線李卓賢海天體育會，第四線何佩欣泳天游泳會，第五線張超越大埔游泳會，第六線陳子瑜海天體育會，第七線林佳森智配游泳會，第八線陳美欣澳門。個標啊，有冇多個手機標啊？
住落嚟，我哋即將頒發女子200米背泳決賽嘅獎項。而家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游泳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袁偉培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何佩欣，泳天游泳會。第2名陳子瑜，海天體育會。第1名張心月，大埔游泳會。唔該晒袁先生同我哋頒獎。即將舉行嘅係今日最後一項賽事，男子800米自由泳決賽。線路介紹：第1線南朗街志佩游泳會，第2線葉成軒大埔游泳會，第3線何成業志佩游泳會，第4線蘇富華百團體育會，第5線黃一信志佩游泳會，第6線嚴浩俊海天體育會，第7線何安志佩游泳會，第8線林柏希泳天游泳會。
对，今天是这件事。快点跑跑跑！我他刚到，刚回来，美国人。来了。晒了。好的，好的，好的。来一个风雨风雨，打打。来吗？
信咧？接住落嚟，我哋即將頒發男子800米自由泳決賽嘅獎項。而家我哋有請游泳總教練陳燕雄先生為我哋頒獎。第3名葉成軒。